后来继续来看高速公路顶，又来监看到路况的监视器，互人发现其中有7支，伫咧跨年的时阵，竟然拢转向101来翕这个烟火，引发着争议咯。讲以往监看这个烟火，敢若会调动2支到3支的监视器，这回操作人员竟然是出动着7支，实在伤济支咯。这高公局是出面来回释的，讲确实是无妥当，会阁来加强教育训练。大家伫咧101周边紧接200号，不过看你们监看路况的高控中心人员爱值班，无到到现场。今日当透过监视器看101的烟火，不过今年操作就引起讨论。伫咧昨暝11点50分，就小数镜头伫咧调整角度，对准台北101，就亲像伫咧等烟火，中真侪摆切转来翕角度的角度，到到达算秒时刻，镜头伫咧翕101，就咧迎接新年。不过真足甲算翕烟火镜头侪要出去，太多啦。它每一个路段你都要知道它塞不塞啊，超过半数就不太行。有部分的在监控路况啊，一部分去看烟火。对啊，那我觉得还好，就还是要看他们。不是说完全转过去啊。根据了解，各地号沿线路段预计超有12支的监视器，不过伫咧关站要到超过半数拢伫咧翕烟火，引起争议。高公局伫咧关站发声明，讲这个行为确实有正无妥当，马来甲挂界回释咧。以往我们本来就会有部分摄影机看那个元旦释放的情形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有烟有没有飘过来？或今年真的比较不好意思的是，真的太多支摄影机同时调过去了。以往大概2-3支，当下我了解情况之后，有在跟运作同仁在告诫。这些影像上界主要是要监看车流，注意路状况。这边说超过半数的监视器伫咧翕跨年烟火，多数是要监看周边环境。这比例问题嘛是爱重新检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